在一個動態設計團隊裡，美術需要確定畫面風格以及每段動態的大致構圖，也就是設計稿。這樣，在制作動態時，能根據設計稿考慮圖形變化的效果。到美術層面，這個階段是會做一些小測試，是一個探索的過程。幾何圖形這塊，對於畫面來說，你們有什麼想法嗎？我想是不是先出來一個小點，他想做連接，肯定是连接更多的點，然後形成點、線、面。其實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黑色的空间，有一个光点，一个实体的光球，也可以想象成就是在这一幕里面有一个洞，跟上幕连。对，跟上幕也连起来也比较好。白噪音想在美術上做出突破，因此每段分鏡的風格都做了區別。漸變風、扁平色塊、手繪風，等等等等。美術最難的點就是怎麼通過圖形讓它變得更有趣。就你單看這一張畫面，就能感覺它會怎樣的動起來。比如這個鏡頭的設計稿，用轉手绢的手勢體現出花手绢向外擴展的動勢。下一張設計稿則用造型加顏色進一步增強動勢。你不單要考慮這一張圖的畫面，還要去銜接到上一幕、下一幕，甚至整個這個片子的動態感，讓畫面呈現不同風格，動勢卻有銜接，這就需要運用構圖與顏色。比如相似圖形轉場、相似空間感轉場、相似顏色銜接。同時，畫面的轉換需要節奏感，從複雜到簡單，再到複雜，不斷調整觀眾的觀看感受。要把每段鏡頭的畫面做得恰到好處，必然需要不斷的探索。真難說，我覺得人就怕特別多選擇擺在你面前，對吧？我就應該做一個。對，你喜歡哪個？我更傾向於最後一個吧。就我試這麼多以後，我就覺得這個可能沒太見，就這個有一點復古的點在裡面，也有一些新的設計的感受在裡邊。它可能不是最優解，但是可以去嘗試一下。最優解在哪兒？最優解。